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係中日學任教數學科嘅 Ken Tai 啊，咁啊嚟緊暑期班啦，我哋又有好多一系列嘅課程俾各位同學仔嘅，咁我會先講個中六嘅同學仔先好唔好啦？咁啊升中六嘅同學 ，OK， 咁啊你哋咧嚟緊嘅班咧就當然有好多啦，咁啊因為其實都有一句㗎啦，我會集中咧喺你嚟緊開學嘅時候咧，我會分班嘅，同以前都一樣㗎啦，我會分做 Elite 班啦，同埋呢一個 Plan B 嘅絕地反擊班，兩個班其實模式都係好簡單一樣嘢，即係大家都聽個名都知㗎啦。Elite 就 for 我哋嘅即係能力比較高啲啦，可能目標係攞5星星嘅同學仔啦，或者5星啦。咁如果你話係上 Plan B 嘅，咁你又會係目標係 Level 4至5左右嘅。咁啊兩個班雖然係開學先會開，但係暑期班你可以話一個前瞻啊。有啲同學都成日同我講㗎，喂阿 Sir，我唔知道究竟我應該上咩班好，我唔知我能力上其實我可能得 Level 3、Level 4左右，但係我又想試下衝升，但我驚跟唔到，諸如此類，好多呢啲嘅問題嘅。其實好簡單嘅啫，大家只要喺暑期班嗱，我會開咗咩班咧？我會開 Plan A、Plan B 呢兩個做主軸嘅。Plan A 咧就係一個叫 ASGS 嘅課題 ，OK， 即係等差等比數列啦。咁呢個課程好簡單嘅啫，就係我會用6堂時間教大家成課書。呢課書你可以咁樣理解，你聽得明嘅，理論上我相信你去到呢個9月份咧上我哋嘅呢個Elite班係冇問題㗎啦，因為呢個課程本身即係個課題啊本身係好難嘅 ，OK， 咁所以你會一路聽下我講得明啦。咁你明到嘅目標 set 高啲冇所謂㗎啦，知唔知啊 ？OK， 咁如果你話唔係嘅，阿 Sir， 咁我想同步進行嘅，我想執翻好啲中4啊一啲底子或者中5嘅底子咧，其實 Plan B 我哋嘅呢一個暑期班 Plan B 咧，亦都會係可以俾大家去上，都係6堂時間嘅。OK， 咁呢兩個就係兩個中學嘅班俾你哋揀。咁如果你話 side course 方面啦，side course 方面咧，我就會咁樣做嘅，我會將 Plan C 啦。Circle 啦 ，OK，Plan T 啦，呢一個我哋嘅 Trigonometry 3個學啦，同埋我哋有個 Plan P，Plan P 咧一個叫排列與組合，即係個大家好驚嘅課題嗱。3個課題咧其實都係獨立拆出嚟嘅，即係簡單講句，如果你個別喺呢3個課題上邊個係特別渣嘅，你可以去報嘅，得唔得啊 ？OK， 咁啊你自己衡量要報幾多個啦，得唔得啊 ？OK， 咁呢個中6班咧嘅一啲嘅安排咁樣，咁大家可以即係揀翻自己啱嘅班啦。咁另外啦，我嘅中4、5嘅同學仔啦，中4咧睇翻章程得㗎啦，我哋會都係用上 Plan B 得㗎啦 ，OK， 咁我哋升中4嘅班其實好簡單一啲嘢 ，OK， 我會執好晒你哋中4嚟緊上學期要知嘅嘢啦。咁另外中5嘅同學仔你上 Circle 就可以，即係我哋嘅 Plan C， 得唔得？咁呢個咧章程都全部講晒，有報讀指引㗎啦。嗱，所有班咧其實我都會係咧派晒所有嘅數機 program 俾大家啦，會派好多唔同嘅 mock 卷啦，同埋一啲額外嘅書仔俾各位同學仔嘅。咁啊，另外亦都坦白同大家講句啦，嗱，即係喺呢個部分。大家都可以留意嘅，我仲有 M1-2 同埋中3嘅課程。咁即係簡單講句咧，各位同學仔，如果你本身係中4、5、6嘅同學仔，你想上 M1-2 嘅 ，OK， 你都可以留意翻個章程啦。咁啊如果你話喺我哋嘅升中3嘅同學仔咧，我哋都會有啲班俾大家去上嘅。咁啊，會由我同我啲 team members 一齊去教大家。各位同學仔，所有嘅班我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即係有任何詳情想知嘅嘢咧，你可以上翻我哋嘅 Facebook 啦，或者可能去到將你嘅分校去攞嘅。咁啊嗱，留意一樣嘢，各位同學仔。我啱啱嗰年嘅所有學生成績非常之好嘅，你上網睇翻啲消息啊，嗰啲同學仔講嘅一啲 comments 你又會知啦。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咧盡早去補，有心上 live 堂識更加需要及早準備。咁啊嚟緊嘅 DSE 希望大家成功啦。咁我希望放見到大家。OK，上堂見。